国家人权博物馆的移动人权特展目前来到家己，透过放送移工人权的纪录片，希望咱的社会就要了解到，但对移工的人权也有真侪欠点的所在。纪录片团队去到越南，访问移工阮国辉的家属。阮国辉5年前伫台湾互警察开枪大死，这出用阮国辉事件做起头的纪录片，后来参加国家人权博物馆移动人权特展的民众看煞有加深的感受。有一点残忍。为什么？因为我看到那个已经被开枪，然后没有马上做急救，然后把那个人让他就躺在那边。这是一个制度面的问题，我觉得说我们的政府应该痛下决心去探讨面对制度面的一个更加的合理化。除了有阮国辉事件，纪录片内底阁有其他因为公安事件或者是意外失去性命的移工。导演表示，社会对移工的偏见若无解除，什么制度拢是表面工课。我们要不要真诚的来面对这件事，还是永远在谈一些表面的东西？然后法令制度啊改善也没有真的改，或者说你真的有法令，人的部分人的心态没有改的话，那其实也没有用，悲剧还是会一直发生的。国家人权博物馆举办的移动人权特展，最后一场来到家己市的桃山人文馆放送纪录片，希望社会透过导演的记录。了解移工目前面对的问题，甲需要重视的人权。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